畫一幅畫、畫一個草圖定係畫一個設計，佢都係經過咗我一個內化嘅過程。咁嗰樣嘢自不然佢會同我當刻嘅一啲思考啦，或者我身邊工作緊嘅環境嘅朋友啊嘅或者嗰啲事，一定會有產生咗一啲聯想。好早期開始，我中意做設計嘅東西嘅，咁所以即係初畢業啦，又或者好多工作上面嘅需要，咁我唔同設計嘅嘢都會涉獵下嘅，即係譬如可能平面設計啊，服裝設計最初都會有做，跟住舞台設計慢慢開始越嚟越多工作嘅時候咧，去到後期我就專注做咗舞台設計。我比較側重於喺一個舞台上邊嘅故事性，或者佢嗰次要講出嚟嘅一個意象或者意境嘅。咁即係當然啦，每個表演藝術都有好唔同嘅方式啦，同埋嗰個質地都好唔同。但係我通常咧，即係譬如如果戲劇嘅話，我睇完劇本，我會攞佢嘅意義同埋佢嘅精髓，我就開始諗我嘅設計。舞蹈都係嘅，其實好多時，譬如係如果係一個歷史人物咁樣樣，我會攞咗佢一個中心思想，放翻喺今日，即係無論係我自己啦，或者今日嘅觀眾嘅角度啦，去睇翻就係嗰時嗰個歷史人物嘅一啲精神面貌，我點樣可以將嗰樣嘢放諸翻喺今日去放大佢，而 apply 得到喺今時今日嘅一個思維入邊咯。我比較執着，或者我比較中意嗰次嘅創作。如果係成 team 人，無論導演啦、演員啦、設計師啦、甚至乎行政嘅朋友啦，一齊去關心嗰一件事，一齊冇分我要大力啲定你細力啲，你做多啲定我做少啲，你參與多啲定你參與少啲，就係一齊去為嗰一個命題或者嗰一個意境去諗辦法做到最好。咁嗰個係我覺得就係我所理解為嗰個同夫同級一齊去揾緊嗰個最重、最啱、最腰心腰肺嘅嗰個感受咁樣。